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原諒我可以。當我哋面對死亡嘅現實嘅時候，更加能夠意識到人生短暫，時光冇辦法重來。喺呢個光照底下，我哋會重新去思考，我哋係咪仲要繼續帶住怨恨、傷害走完人生呢？好多人喺臨終嘅時候，最遺憾嘅往往唔係未完成嘅工作，而係未饒恕嘅人、未講出嘅愛、未修補嘅關係。死亡成為一面嘅鏡子，讓我哋睇到原諒嘅重要性同埋迫切性。原諒唔係縱容錯誤，而係選擇唔再讓過去嘅傷害繼續傷害自己。喺生死教育裏頭，我哋學習點樣好好道別，好好嘅結束，當中係包含咗饒恕其他人，即係唔再找住仇恨，同埋饒恕自己，即係面對失敗同埋愧疚。唯有學習原諒，我哋先至能夠帶住平安嘅離開，亦都讓其他人帶住平安嘅活着。生死教育係強調關係嘅修復同埋圓滿，而原諒正係呢一切嘅關鍵。好多家庭喺面對病危同埋喪親嘅時候，先至突然意識到過去嘅糾結同埋未解決嘅衝突。呢個時候，若果我哋唔學會原諒，就好容易讓死亡成為破裂關係嘅永久傷痕。提前學習原諒係一種成熟嘅生死智慧。喺基督信仰嘅裏頭，生死教育嘅核心唔單止係認識死亡，更加係面對永恆。耶穌喺十字架上面對仇敵咁樣講，佢話：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做的，他們不曉得。呢個係死亡面前極深嘅饒恕，係超越傷害嘅愛。當人學會饒恕，心靈先至能夠得到安息。當人被神饒恕，先至能夠無懼面對死亡同埋審判。點解原諒同生死教育有關呢？第一，死亡提醒我哋關係嘅修復比對錯更加重要。第二，原諒讓我哋唔再被過去困住，活得自由同埋死得坦然。第三，生死教育係促使人反思生命意義，而原諒係愛同埋意義嘅具體行動。今日你可以思考一下，若果今日係你生命最後嘅一日，你有冇一啲人你係好想講對唔住，又或者我原諒你呢？另外，你希望其他人點樣記得你呢？係一個找住傷害嘅人，定係選擇原諒嘅人呢？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